你们都下去吧，这要亲自罚。这。 皇上，您真的要打奴婢啊？不然呢？这一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，你都要上房揭瓦了。君无戏言，这是你自己说过的。过来，趴下。好吧，不就挨几下板子吗？打就打。皇上，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？您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假打行吗？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？不如啊，你给朕认个错，跟朕重新续个大桥，让朕做老大，你做小弟，那朕就饶了你。不行，我从小都是老小，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打吧。 行，那你就好好忍着，别鬼哭狼嚎的啊！绝对不出一声。啊！我真打了！啊！我说呢，平日里你蹭回点皮就哼哼唧唧的，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原来有这个东西！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，奴才被打的时候，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？还给我！你趴下，板子还没打呢。皇上，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？皇上，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，你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，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？能不能打个折呀？半折、对折，20下。不行，40大板，一下都少不了。 那要不然就4折15下。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？4折16。皇上英明，16下，那我们就决定了，就打我16下。谢谢皇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给朕下套啊？我告诉你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您看是这样的，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，我是个女孩啊。 半个月都起不来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多难看！要不然换个地方打。也是，真把你屁股打坏了，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，朕这儿也没人伺候。行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开恩。这个屁股打不了，手总打得了吧？把手伸出来。皇上，你干嘛呀？又要打我呀？ 行了，别废话，把手伸出来。我不，右手要做事，左手，快！疼死我了！你可是真英雄啊，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。奴婢是假英雄，真怂包。如果皇上行的话，你试试，你不叫我就服你。 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？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，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。刘德昭虽然欺上瞒下、贪赃枉法，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，他对他女人很好的。你又不是朕的女人，为什么这样护着你？还是说，你愿意做朕的女人？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。皇上还是继续打吧，奴婢绝对不出一声。
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，装什么英雄？奴婢不想装英雄，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。皇上，您这是不打了呀，还是改日再打呀？把手伸出来，给朕看看。怎么这么娇气？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或者你试试，也疼。老大，不是朕想打你，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，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，真要做出什么事情，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，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。都疼死了。好了，老大，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。还丑呢，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。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你赔我，你赔我！好了好了，打几下手也哭，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还真赖上朕了。打了人就想跑啊？去给你拿药啊。把手伸出来。还疼吗，老大？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看你长得丑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疼啊！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，朕的心里有数，别撒娇了啊！不是手疼，是头好疼。哎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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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一欢怎么还醒不过来啊？是淑姑娘，这头疼的毛病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，为人无能啊！一群没用的东西！朕就问你，他这个病严不严重？朕要听实话。此病十分罕见，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。若是一欢姑娘能醒过来，便能逢凶化吉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他还有醒不过来的可能。过了今晚，如果明天一欢姑娘还没醒，恐怕就怎么样？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让你们太医院去会诊！你们听好了，他今天要是出什么事，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！滚！这药呢？还没煎好啊！快给他喂上。快，欢儿，朕以后
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啊！哎呀，师叔姑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。喂，接着喂！哎呀，喝呀！行了，走，不要给我。是。花儿，来，喝点药好不好？来，花儿，花儿，喝点药，喝。堂姐姐进去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，你们说，该不会是靖王和大师兄怀疑武师父，所以才反复询问吧？别胡说，事情尚未查明呢，不能下猜疑。是。你们所有人都进来说话吧。诸位师傅，我和义父问了你们所有的人，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，也都有合理的理由。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分辨。你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如果弄错了，冤枉了人，我这心里……不仅太子，就连我，也是左思右想，难以决断。在此，我只想告诉这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我相信你对我还是有些感情的。老大，别睡了，好。其实朕知道，你不信我，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，对吗？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边满是怒火，但是现在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了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了。老大，朕真的不能没有。要是没了你的话，朕只是一个帝王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朕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言。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来，只要你醒。你醒醒吧，别睡。能否带他伤的心？
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是的光速。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，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献上我纯真的祝福，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是的光速，绽放般是的光速。龙小弟，老大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这不是在做梦吗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，这都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朕呢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。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狡诈，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？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朕就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，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，就躲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哼，怪不得你的记忆杂而不精，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。在家有猪哥哥，在外有龙小弟，我干嘛还要学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活蹦乱跳，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，真好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。可是我身不由己啊。
罗小弟，我能不能不吃药了？你看我好了，真的好了。不行，这是圣旨。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嘛，我的病喝这种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谁说没用的啊？昨儿夜里要不是朕口对着口帮你渡药，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。口对着口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昨天哭了？啊？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？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？朕没哭，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？这你自己也说过呀，一碗辣椒汤足矣啊。哦，罗小弟，你放心吧，这碗药我一定会好好喝的。不过在喝之前，我要一碟蜜饯，一碟枣糕，一碟桃酥，再来一碗糖蒸乳酪。不是，老大，你这病刚好，吃这么多行吗？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一项技能，唯独不能怀疑我的吃过。也是啊，朕的这些后宫女人里边，别人都是吃了几口就饱，你呀是吃饱了还能再吃几口。这样，去盛一碟桃酥，一碟枣糕，一碟蜜饯，还有一碗糖蒸乳酪。这多吃点。谢谢龙小弟。你要实在吃不下，要不然我再一口一口的喂你啊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你呀，真是要把朕给吃穷了。现在可以喝药了吧？哦，快点。哎呀，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？那你小时候病发，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很简单啊，捏住我的鼻子，使劲往里灌呗。这个办法好，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。但是，我喝进去以后，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，因为药实在太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的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在想，我有猪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猪哥哥现在在殿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了，你一定会很失望、很伤心吧？哎呀！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。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我得有点回报啊。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。不丑，我绣的是两个人。两个人？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两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不丑，不丑。男的俊，女的美。
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一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一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好了，现在唐一手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清廷内奸这个隐患已经清楚了。只可惜，还没有查出来吴三桂的内奸是谁。既是内奸，就不难查处。现在嫌疑范围已经缩小到寥寥数人，我相信他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，我们一定能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。义父，那我先回京城，向康熙复命去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会儿也要回明珠谷，刚好还可以同行一段路。晋王太子，我就不回明珠谷了，我要赶回山西追杀囚鬼，就此别过了。六师傅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，等完成了任务，赶紧回京城吧。京城还需要你的照应。放心吧，等我杀了囚鬼，解了倾城的后顾之忧，我就立刻回到紫禁城。好，告辞。太子，其实我已经查出谁是吴三桂的内奸了。什么？义父要等到六师傅走了之后再说。难道这个内奸就是六师傅？没错，吴三桂安插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就是你六师傅，血衣居士。梅花门主，你怎么会来明珠谷？如今已经没有梅花门了，我梅花门上下200多人，现在除了我雪衣居士，还有我的徒儿雪倾城，其他人都被清兵给杀死了。义父，政绩确凿了，千万别冤枉了六师傅。太子，这可是秦氏亲口告诉我跟晋王的。受死吧！住手！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什么机密？休想拖延时间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我知道那奸是谁，是谁？但我要等到晋王回来，确保我母子的安全，我才能说。当时我是铁了心要杀吴延琪的，秦氏为了救他儿子的性命，被迫决定说出内奸是谁。当时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就悄悄地把晋王叫了回来。我李定国对天明誓，只要你说出谁是内奸，我保证你们母子安全。
你放心，我虽然恨不得把你儿子杀了，可是我樊篱乃是大明的臣子，我一定会听从晋王的号令。快说吧，你再拖延时间的话，我可没这个耐心。其实我也没有见过那个内奸的面。有一次我去给王爷送燕窝粥，远远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戴着黑色的斗篷，从王爷的书房闪出，一跃就从房顶走了，显见他的武功很高。虽然隔得甚远，未看清他的面容，但我肯定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女人的身影？你是说倩影？当然不是。倩影与我齐儿认识不过数月，但那内奸已向王爷传递了多年消息。既是女人，武功又极高，还向吴三桂多年传递消息，那在我们几个人中间，值得怀疑的人，只有樊夫人、唐一手，还有雪衣居士。幸亏秦氏他还记得，那次他看到黑影的日子是前年的9月13日，而那年秋天，我夫人跟唐一手一直未曾离开过明珠谷，倒是雪衣居士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不然就很难洗清嫌疑啊。我们都以为那个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，杀死了易容的唐一手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我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，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，然后我的身体也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，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当我们看到屋顶破洞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杀死唐一手，就没有怀疑到在外面跟我们一起御敌的雪衣居士。可当我知道这个内奸是个女人的时候，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第一个冲进厢房的就是雪衣居士。王妃，王妃！我们当时都以为唐一手已经遇害，只是雪衣居士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但是很有可能的是，唐一手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弹，而雪衣居士也假装发现唐一手被害，抢在我跟樊夫人之前，第一个冲进了厢房，在翻过他身体的那一刻，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口。王妃，而且雪衣居士也有机会从我和樊篱这儿拿到呆若木鸡散，下到唐一手和吴应琪的茶中，毒倒二人。晋王分析的不错，这些年雪衣居士经常单独出谷行动，其实就是向吴三桂通风报信。这一次，他又假借去山西追杀穷贵，悄悄地潜入滇都，把倩影和陌生的身份泄露给了吴三桂。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？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朱明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叶倩影本姓樊，应该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篱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。当我们正在庙中商议行动计划的时候，雪衣居士在装作从山西风尘仆仆赶来的样子，其实他当时正在滇都的平西王府中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我们这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，我岂能错过？裘贵呢？他很是狡猾，居然找了几路替身来掩护自己。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，却接到了你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，而我就赶了滇都与你们会合。四师傅说的是，还有一点，昨夜我和义父盘问了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行踪，当时没有发现谁有破绽，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
那日，我和六师傅在一处茶楼上，观察平西王府的动静。你慢用。哎，小二。啊？我要的是陈年的普洱茶，你为什么给我上今年的？看着汤色就能看得出来。给我换。好嘞，马上给你换，马上给你换啊。六师傅，这茶味道不错呀。啊，我喜欢喝味道更浓艳的。我们明珠谷一向物资匮乏，条件艰苦，大家早就习惯了粗茶淡饭。为什么六师傅会对一盏茶水如此挑剔？现在想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个茶楼的小二，就是吴三桂的奸细。六师傅在换茶的时候，将消息放在杯底，传递了出去。太子分析的很有道理。吴三桂一定是如此才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所以就设好了局，等我们跳进他的陷阱。如此一来，铜匣失踪之谜也说得通了。易欢好不容易在宫里拿到了真的铜匣，却不知被谁调了包。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六师傅。所以这铜匣现在应该还在吴三桂手上，他手上还有一把金钥匙。不要紧，吴三桂虽然拿到了真的铜匣，但他手上那把金钥匙也被人调了包。义父怎么确定吴三桂手上的金钥匙是假的？我想来想去，倩影从吴应琪那儿拿到的金钥匙，应该是真的。交由你之后，再由你带到京城，直到我们几个师傅到京城跟你会合。唐一手一定是趁这个时候，把金钥匙从你身上调了包。这把金钥匙是假的。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。但是鳌拜疯了，唐一手不可能把金钥匙交给鳌拜。现在又不幸被六师傅给杀了，这铜匣的线索又断。也只能盼望天佑我大明，能够有奇迹发生。否则，找不到金钥匙，打不开铜匣，就拿不到宝藏的地图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更加艰难了。想不到五师傅跟六师傅，一个是鳌拜的奸细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，他们还在我明珠谷潜伏了那么久。10多年前，我大明即将灭亡，当时为了保存实力，大量接收大明的流亡之士，在这中间，就难免混入了各方的奸细。既然鳌拜早就知道了明珠谷的实力，为什么不出兵剿灭我们？鳌拜的心思，可能跟吴三桂一样，他们怀疑康熙这个小皇帝会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所以才留下我们这些隐患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像康熙小皇帝这次为了擒拿鳌拜，竟然冒险联合10多个摔跤的布库，亲自捉拿鳌拜。鳌拜若不是手上有我们这枚棋子，恐怕已经性命不保。义父，如果雪衣居士是吴三桂的内奸的话，那倾城会不会也……雪倾城是雪衣居士从小抚养带大的，他们名为师徒，实则情同母女。在雪衣居士的控制下，雪倾城很有可能也是吴三桂的内奸。所以我跟你三师傅才不动声色，就是为了不想打草惊蛇。如果倾城是内奸的话，那易欢就危险了。义父，我要马上赶回京城，把消息告诉易欢，以免他遭到倾城的暗算。好，但是你们要是发现了雪倾城也是内奸的话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，利用雪衣居士跟雪倾城，把假消息传递给吴三桂。义父放心吧，我明白。上次山鸡吩咐之事，为何迟迟不见动作？早日除掉李一欢，本王早日让你姐弟团圆。若再不动手，你姐弟二人再无相见之日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，有可能，应该是康熙的侍卫当中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人。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趁这次机会来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
我去找点水，你休息一会儿。师傅，太子没有怀疑到你吧？大师兄，他很信任我，没有对我起疑心。你悄悄给王爷发了一封密信，说康熙只喜欢奕欢，不喜欢你，所以你要终止任务，离开紫禁城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受几位师傅厚恩，和大师兄、小师妹感情很好。现在让我处处算计他们，我心里……这是王爷给你的答案。什么？杀死奕欢？王爷说了，康熙他虽然不能像疼爱李奕欢那样疼爱你，但是对你还是敬爱有加的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最得圣宠的，除了李奕欢就是你了。所以，一定要除掉李奕欢这个绊脚石，康熙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和李奕欢的关系很好，以姐妹相称。所以，只要李奕欢一死，康熙越是忘不了他，越是放不下对他的旧情，他对你就会越好。我做不到，师傅。我真的做不到，师傅，我求求你，去求求王爷，收回成命吧，师傅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离复仇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我怎么可能会半途而废，让你离开？可是，小师妹，她是无辜的，师傅，你也是看着小师妹长大的，您不能这么狠心啊，师傅。锦城。我也不想看着他死，可是王爷既然已经下了命令，你就必须得杀了他。这大仇未报，我不得不狠心。可是小师妹，她跟我们梅花门的大仇是没有关系的，她是无辜的，我们这么对她是不公平的，师傅。那我们梅花门500多条人命都命丧于朱明王朝之手，500多条人命啊！他们难道就不无辜吗？命运何尝对他们公平过？那他们的血债又找谁来还？师傅，可是，师傅，不要再说了！清城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全家几十口人，不都死在朱明王朝的铁骑之手吗？为了给你的家人，还有我梅花门报仇，现在只能牺牲奕欢了。对了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弟弟还在王爷的手中，如果你不杀死奕欢，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保你弟弟的命，还是奕欢的命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弟弟，这是救命丹，化在酒中，喝下后1刻钟内必死。没有解药。皇上驾到！
皇上吉祥。哎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许久啊，没能来你这永和宫，今日刚好得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。谢皇上挂心，妾身一切安好。好就好，坐吧。皇上前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，今日面露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还不是易欢那个丫头，前些日子和朕赌气，朕是骂也骂不得，罚也罚不得，心里着实郁闷。还好，昨日转了性子，和朕和好如初了。易欢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不懂事，皇上多担待。朕就喜欢你这个淡泊体贴的性子。这后宫之中啊，也就是你，不会是易欢为敌了。朕为了不让易欢惹麻烦，一直不让别的嫔妃去她的永乐斋，也不让她去别的嫔妃宫里。朕自己啊，也没时间陪她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妾身遵旨。哦，对了，刘德昭等人已经全部出斩了，可惜裘贵逃走了。朕一名新的山西巡抚继续抓捕裘贵，等抓到了裘贵，朕就把他送到你爹的坟前处决，也算是为你报了大仇。多谢皇上，妾身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等你爹百日继辰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生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，也好安慰你爹的在天之灵嘛。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太皇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。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，隐忍不发。易欢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什么样受宠的嫔妃我没有见过呀？但最终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下场凄惨呐。多谢叔父提醒，我知道的。等我找到铜匣以后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如此最好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你跟你哥哥啊，还是及早抽身才是上策。对了，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把那大补丸的解药给我。放心吧，叔父，没准儿我们走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研制出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了。不过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铜匣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易欢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在这个宫里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，叔父有话直说吧。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去调包铜匣，那是绝无可能。若是这宫里的人，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？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起眼的铜匣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所以，调包铜匣之人必定知道这个铜匣的秘密。可是，在这深宫之中知道铜匣秘密的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易欢，你们兄妹在这宫中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？他们会不会知道铜匣的秘密？如果有，那调包之人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？你先慢慢想，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后跟皇上了。真是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易欢，谁？哎，易欢，易欢，快去救大师兄啊！快啊！难道是雪姐姐？可是，雪姐姐，我用这个狗尾巴草给你编个小花篮吧。好啊。你怎么了，雪姐姐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在担心猪哥哥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这次呢，6位师傅集体出动去协助猪哥哥完成任务，一定非常顺利的。不是啊，我不是在担心大师兄，是昨天皇上来永和宫看我，他说
他说什么？他说，等书剑100日继承一过，就要真的临幸我，让我给他生龙子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，雪姐姐？只要我继续留在宫里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，躲不过。现在只能希望能够在书剑100日继承之前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，这样我就能出宫了。雪姐姐深爱着朱哥哥，如果铜匣在她手上，她肯定宁可马上撤离，也不会接受康熙的联系。但若不是他，难道是六师傅？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坐下吧。焕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。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你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了，宫里人知道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六师傅一直都很疼爱雪姐姐和我，对朱哥哥也很爱护，他干嘛要偷走铜匣呢？难道他就是鳌拜派遣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？你们先退下吧，我和世淑姑娘说些私房话。是。雪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我爹跟朱哥哥他们有消息了？不是，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。是咱们俩姐妹啊，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喝酒了，所以今天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快尝尝。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快尝尝。有狮子头哎，吃一块你最爱吃的狮子头。谢谢雪姐姐，红烧的。雪姐姐下厨，那手艺自然不用说啦，肯定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好吃，就这个味道。雪姐姐，从小到大，你跟诸位师兄师姐老是这样宠着我，会把我宠坏的。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不是生在这个朝代更迭的时代，而是生在太平盛世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生在什么时代啊，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和大师兄永远留在明珠谷，春天赏花，秋天赏月，男耕女织，不管外面是什么朝代，就这么一辈子与世无争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啊！雪姐姐，你今天好多愁善感啊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很怀念咱们在明珠谷的时光，想念我们的小伙伴了。如今就咱们两个在宫里，今天的月色又这么美，咱们俩呀，好好的喝酒，赏赏月。来，今晚咱们多喝几杯。今天皇上又来看我了，我看得出皇上今天的心情啊很好。前些天你跟他冷战，皇上也整日愁眉苦脸的。这宫里上下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惹到皇上。看来能让他如此伤心的也只有你一个了。雪姐姐，能不能别跟我提皇上啊？你也跟我提他，我心里就乱糟糟的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你提。今天我叫你过来也是要劝劝你，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，和大清的皇帝势不两立。
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等我们找到铜匣以后，我们就撤出紫禁城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雪姐姐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等朱哥哥回来，能不能别把这2天我跟康熙的事儿告诉他呀？大师兄那么深爱你，我跟他说这些不是故意伤他的心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小师妹，你和大师兄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，好好待他吧，放下康熙。我一直在努力放下他。可是雪姐姐，你心里可曾放下过朱哥哥？快了，很快就要彻底放下他了。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命运，那就试着去接受它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发现大师兄的好，你也会爱上他的。跳跳！雪姐姐，快过来看啊！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还真是啊。都说15的月亮16圆，今天真是格外的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再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雪姐姐，今天李公公来找我了，告诉了我关于铜匣的重要线索。我相信没有多久，我就能找到偷换铜匣的人了。哦，有线索了。那这个人他也在皇宫里吗？这个人不光在皇宫里，而且是我们彼此特别熟知的一个人。是谁呀？雪姐姐觉得他应该是谁呢？其实我很早开始就怀疑过他，只不过我拒绝去深想，直到今日，我都不忍心怀疑是他。小师妹，今日我叫你过来，也是要告诉你关于铜匣的线索。那雪姐姐先讲吧。小师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特别羡慕你。你的亲爹靖王疼爱你，师长们宠着你，师兄师姐也都护着你，更有大师兄那么深爱着你，你真的好幸福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我好幸福啊。可是我好害怕，我的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假象，会有人来打破它。不会的，你生来命就好。姐姐祝福你，要永远幸福。谢谢雪姐姐，不过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幸福，我希望我们姐妹2个都可以幸福。会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其实，在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，我和大师兄最是同病相怜。我们都是从小父母双亡，又都肩负着非常沉重的责任，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易啊。小师妹，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，好好对待大师兄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也别让他伤心。
别让他失去这最后一份支撑。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来者何人？请。李太医，师叔姑娘呢？丽妃娘娘和师叔姑娘在永和宫喝酒呢。徐姐姐，你哭了。我是感动的，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，没事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徐姐姐，你现在可以说出童霞的事儿了吧？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大师兄，朱哥哥，红梅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欢梅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。还有倾城。徐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童霞，上交给吴三桂了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，把解药交出来。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朱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，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杀了我，替他报仇。徐姐姐，如果一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祝你们幸福。徐姐姐，徐姐姐，大师兄，
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你看，就都明白了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，清城，清城，选择躲在我的回忆里祝福，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起了雾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。我雪家有70余口人，都命丧明军铁骑。今我与小弟2人幸免于难，被师父收养。师父带我入明珠谷时，将小弟送往了平西王府。换走铜匣，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报信，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平西王要我杀了小师妹，我不忍下手，又不敢抗命。思来想去，唯一之法就是我来饮下毒酒，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我乃吴三桂奸细之事。那么，我就不是抗命，而是身份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小弟的命方可保全。而我之死，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进一步的宠信，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，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谊的一点小小的报答。倾城身世凄凉，但在明珠谷中一段岁月，是倾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，倾城不枉此生。你们大婚那一天，我是等不到了。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，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。倾城绝笔。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，她对你爱得那么深，又那么卑微，临死才敢说出来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，倾城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没死呢，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。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。那杯毒酒啊，被我给换了。什么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在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？其实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壶，跟宫里平时的壶长得不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个壶啊，叫做鸳鸯壶，它的壶盖上镶着2块宝石，其中一块是绿的，有一块是红的，分别控制着壶里的2种酒，一个是有毒的，一个是没有毒的。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毒酒；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毒的酒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壶，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壶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其实，早在铜匣被调包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，只是一闪念而已。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雪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。但就算在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，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，当我看到这个鸳鸯壶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
既然你看到鸳鸯湖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、亲如姐妹的学姐姐你，忍不忍心下手？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两个之间的情谊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学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哎，可是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。看吧，这是杯子对吧？嗯。杯子呢？哎，刚才还在你手里，你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在你身上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易欢的武功跟暗器，样样学得杂而不精，唯独这轻功跟江湖杂耍之说，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薛姐姐，当师傅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，我呢，就在明珠谷跟那些杂耍师傅们练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，所以我才会这些啊。不过，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铜匣，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。对了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找到铜匣。你是不是把铜匣交给六师傅，让他交给吴三桂了？不，我没有。吴三桂此人凶残狠毒，如果把铜匣给他，及其3把金钥匙，找到宝藏，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一定不是好事。谢谢你，倾城。大师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脸再面对你们了。小师妹，你不该救我，就像我信上所说，把我揭发给康熙，让我以死谢罪吧。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永远都是亲人。雪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，你没有杀了我，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给救出来。倾城，相信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谢谢你们。